过来的消息咯，过来看3月份要举办的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原本是要伫新竹市立棒球场来进行热身赛，也毋过因为新竹干部处发现讲球场的排水有问题，佮伫地下挖着砖仔、废土、电线，加共是有152个欠点。新竹市长高虹安今仔开记者会宣布讲，今年新竹无要办热身赛咯。这水都没有甲棒球场内草埔挖开，内底还有超过3公分的石头啊！应该是不是？你看，我就说，所以我刚刚就说是不是怪怪的？另外一边，甚至还挖到废弃的电线。新竹市长高虹安宣布，目前新竹棒球场有积水、土瓦、还有废弃物等等的状况。短时间内恐惊无法度改善，所以决定要放弃申办 WBC 比赛。让场务专家来协助，确保这一次的修改的计划是真的能够让这个球场是可以用的，甚至可以打比赛的。我们确实都坦诚是需要一些时间来做整个全盘的规划，我们并没有办法现在去承诺。但是国际赛事在这个3月的热身赛是确定无法举办的。因为土瓦内底挖着砖仔角、电线等等的废弃物。高虹安讲会收集相关证据，送检调单位进行调查。有非常重大的偷工减料的这个罪嫌，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来做移送。那至于说刚刚有提到的是新竹市政府之前的这一些承办的这些我们讲说官员也好，这个部分的话，目前是检调已经立案在调查，那也确实跟我们新竹市政府有开始调阅资料。旧的市府团队已经在去年甲新竹棒球场交予乌天厂商，即马出现重大的缺失，无法度营运，嘛无收入。市府刷来恐惊着处理违约的证据。厂商在施工过程中，敢有偷工减料，甚至黑白拼废弃物的问题，嘛需要搁再厘清。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